你係咪每次處理 Paper 3 Part B2 嘅時候都覺得自己好似入咗個迷宮咁，對住沓 data file 盲目咁樣搬字過紙，唔知由邊度開始做起，分唔清邊啲係有用嘅資訊，邊啲係廢話。Part B2 係好多考生嘅噩夢，數據多到暈，資訊雜亂無章，最慘就係時間永遠都唔夠用，但偏偏呢份卷佔分係最重，係決定為攞唔攞到英文 Level 5以上嘅關鍵。今日我要幫你哋拆解 Paper 3 Part B 嘅概念，將呢一份卷變成一個你玩得贏嘅遊戲。其實你可以將 Paper 3 Part B2 想象成一個地圖重組遊戲。遊戲目標，你嘅最終任務係運用各種技巧，將散落喺唔同地方嘅資料碎片砌成一張完整嘅地圖。咁你可以幻想下，呢啲碎片就係收埋喺 data file 嘅每個角落，你就需要眼明手快將佢哋逐一揾出。而喺個過程入面，你會遇到好多類似怪物咁樣嘅虛假信息，同埋一啲有伏嘅資訊。你要學識點樣無視干預，專心揾翻啲真正有用嘅碎片。有時亦都係可能將一啲唔啱嘅語句、一啲有伏嘅內容，轉化成一啲合理嘅信息，變成一張有用嘅碎片。當你揾齊所有碎片之後，你要結合你嘅語言能力同埋其他技巧進行重組，拼湊成一個正確嘅答案。記住 ，data file 就係資料嘅碎片，而你嘅 language、organization 同埋 appropriacy 就係將呢啲碎片黏合埋一齊嘅膠水。冇咗膠水，你拎住再多碎片都只係一張廢紙啊！咁點樣去做 Paper 3先係最高效呢？咁喺概念上，點樣先係最高效嘅 Paper 3完成模式呢？咁你就要諗3樣嘢啦。第一就係 task completion， 你嘅任務達成，呢個咧係你嘅主線劇情嚟嘅。你要喺 data file 入邊揾齊所有有用嘅 content point。第二就係組織邏輯啦，唔好將揾到有用嘅 information 亂咁拼翻做你嘅答案啦，你要按邏輯排好次序。第三就係 appropriacy 啦，呢個咧係最難嘅，你要睇清楚自己嘅身份同埋對象。如果個任務要你寫一封正式嘅投訴信，但係咧你就用一個好 casual 嘅口吻去寫，搞錯通嘅話，就算內容再啱，你砌出嚟嘅答案都會崩壞。所以下次當你做 Paper 3嘅時候，唔使咁驚，冷靜落嚟，將自己切換成一個玩家嘅模式，睇清楚你嘅任務清單，了解好你嘅角色背景，最後咧就喺 data file 入面掃蕩所有有用嘅碎片去拼湊你嘅地圖出嚟。只要你識得利用 language、organization、appropriacy 呢幾支強力膠水，咁你做 Part B2 嘅時候就唔會再係噩夢啦。下一集我會再同大家分享一啲常見嘅迷思，咁大家記住去 subscribe 我啦，下條片再見。